今仔是有专门咧做大楼外壁美化的业者去到立款的控区，因是指控讲中国业者是透过第三地来渗透入来台湾，恐惊造成产业重大损失，和主管机关应该爱重视，而且嘛无排除未来要搁发动愈大型的抗争行动。目前菜地大楼的外口，除了美观以外，会当热日杂雨，嘛承受风台甲地动的破坏。 提供安全舒适的环境。早起立委会同业者召开记者会，指控大楼无像营造产业去有中资非法渗透，中资并无登记、偷走关税，还有压价销、抢标工程的行为，提出相关的产业超过10万的劳工权益受损。如果让江河让他用新加坡分公司名义在台湾非法承揽文物奖工程，那其他大陆的厂商在东南亚分公司的有样学样。 用相同的模式来台湾，那台湾还有文物强产业吗？北京江河集团董事长刘在旺，还身兼中国大陆的政协委员。本土业者控诉讲，北京江河公司透过新加坡分公司的名义来台湾，包无像的工程，会有政府都要重视问题，不应该由在这个集团亲门大户入来台湾。所以显然，现在入资呢，透过2种方式，一种是外资的形式进入台湾。 同时，他们在产品上面呢，也透过洗产地的方式进来台湾，这个对台湾的帷幕产业呢，是一个双重的打击。李伟嘛讲，目前无像的产业三大乱象，包括中国厂商下价竞争，冲击本土劳动市场。中国业者施工偷工减料，可能造成安全的问题。嘛控诉政府单位无要义检举，记载中资大量入侵。 我们在审查过程中有看它的股权架构，然后它架构背后就是大陆的厂商，所以这个案子是用入资来做入资的标准来做审查，并不是外资。入资的申请案目前都还在审查中。投审署嘛表示，江河公司来台湾的投资案目前还佫伫咧审议当中，未来嘛会纳入业者的意见，持续精进审查的计划。关务署回应讲，已经有请进口地海关加强查核进口人申报的内容。 而且针对特定高风险的厂商提悬查验的比例，若查到有拍报的情形，会依相关的规定来办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